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屏东东港节的渔船清风128号，18迄天伫太平洋的公海失联。这船长的太太心肝火道有够紧张，讲不管是透过无线电，或者是卫星电话，拢联络袂到。讲前一天17号，因翁仔某有通电话，有讲到讲海色的天气无好，结果隔天就失去着联络了。啊，即摆附近海色的渔船，甲附近的国家搜救单位拢已经咧斗找人，希望会当平安甲人总找倒来。本来想要甲其他渔船啊共款，快乐出航去掠青仔鱼，结果人甲船拢无消息。伊人就是因为你规暝无困啊，人伫楼顶咧休困。因翁行船行偌久啊？哦，足久啊，足久的啊。20多。加上正着经验丰富的船长，特别带5个外籍船员为东港盐埔渔港出海，要去钓青仔鱼。17甲太太联络时讲，这个所在海象无好，敢会使慢慢啊驶，差不多拢无作业。本来打算19开始海上的作业，因过18这天就失去联络啊。我船长6个啦，有船仔伫身边啊，叫我靠电话对方迄只船仔来船长安那。这条清风128号长有20米，吨位是40吨，捌伫2012年6月时，敢若是无细字超过界，好菲律宾靠压，后来是经过渔会协商，才将人甲船救回来。船长的太太有通报失联，渔业署也有联系外交部，那还有海巡署。即马清风128号失联的地点边啊，咱国这个渔船附近各界搜救单位拢有去到现场要找找，希望讲赶紧有好消息，莫互家属空等。清风128船仔失去联络，且伫附近航行作业船只会使前往查看，有任何发现，请向电台通报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